延秋咧係冇通過呢一個測試嘅。從鑑定書清楚見到黃延秋係對某一啲問題係有明顯嘅心理壓力同埋一啲生理嘅反應，於是咧就用科學嘅方法咧去證實呢個黃延秋佢所講嘅嘢咧並唔係事實嚟嘅。但係黃延秋係唔能夠接受呢一個結果，佢堅信咧係有人孭住佢飛過啦。呢3次嘅失蹤亦都唔係佢自己做出嚟嘅，佢內心咧好想揾呢個高登文同埋高延津出嚟去證明俾大家睇呢一件事發生所有嘅嘢都係真實嘅。呢個張正平咧就根據呢個黃延秋嘅催眠描述咧，就請咗唐山市公安局咧嘅一位偵測專家，就按住呢個高登文同埋高延津嘅畫像去作出調查。於是咧佢哋就帶住呢2個畫像咧就喺山東省嗰度不停去揾呢個人，但係一直咧都揾唔到，亦都咧通過咗全國人口檔案庫去調查，佢發現咧呢2個名相同嘅人咧係非常之稀少，而揾到咧即係喺黃延秋形容嘅特徵啊同埋呢一個外貌上咧係完全對唔上嘅。喺2005年嘅7月啦，中央電視台嘅教科頻道叫走近科學就製作咗一個系列叫中國 UFO 懸案調查，其中一集咧就叫做誰在背我飛行。呢一集咧就係將黃延秋事件咧首次通過國家級嘅主流媒體咧向全國去公開嘅。央視咧係詳細地報道咗呢3次失蹤嘅完整經過啦，催眠嘅調查嘅全過程啦，測謊儀器嘅測試結果啦，精神病理嘅調查啦，對證人嘅採訪啦，實地考察結果啦等等，呢一啲嘢咧就係呢一個誰在背我飛行嘅節目嗰度咧好詳細地播出。咁節目播出之後咧，黃延秋事件咧就立即引起全國嘅轟動啊！而喺